成日聽講糖友較容易受病毒感染，點解嘅？血糖長期偏高會降低身體嘅免疫力，從而增加感染風險。糖友感染病毒嘅風險比一般人高出1.5至4倍。一旦受到病毒感染，病毒載量亦都會較高，會令到血糖進一步升高，控制血糖同病情更加困難，康復時間會較長，或者需要住院治療，甚至死亡。意味住一旦受病毒感染，糖友係面臨更加大嘅健康威脅。糖友常見出現感染嘅部位包括皮膚、呼吸道、尿道等，並有可能出現牙齦發炎、足部潰瘍等。除咗病毒感染，長期血糖控制唔好，會造成血管同埋神經線損傷，增加患上糖尿病併發症風險，可能會導致心腦血管疾病、視網膜病變、糖尿腎、糖尿腳等併發症。成日都聽到宣傳要打流感針，糖友係咪好容易患有流感？高血糖會增加感染機會，而呼吸道感染亦十分常見，例如流行性感冒、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、新冠病毒、肺炎、肺結核等。同流感、新冠相比，大家對 RSV 嘅認知相對較低，但絕對唔可以輕視呢個病嘅嚴重性。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可以引致呼吸道疾病，例如氣管、肺部同埋中耳嘅感染。而 RSV 傳染力極高，一個人感染平均可以傳染俾3個人，係流感嘅3倍。RSV 感染有機會迅速惡化，導致氣喘加劇、急性支氣管炎，甚至心血管併發症等重症。因 RSV 而入院嘅患者可能需要使用呼吸機協助呼吸，同埋死亡嘅風險都比流感患者高2倍。長期病患者感染 RSV 而住院嘅機會比一般人高，糖友嘅風險更飆升超過6倍。有聽過糖友會更容易生蛇，點解嘅？冇錯，生蛇嘅正確學名係帶狀疱疹，由水痘帶狀疱疹病毒引起。細個出過水痘後，病毒會一世潛伏喺神經線入面。隨住年齡、壓力或者疾病，身體免疫力會下降，病毒就有機會乘虛而入，重新活躍起嚟，引發生蛇。研究顯示，糖友生蛇嘅風險比一般人高超過80%。生蛇有咩併發症呢？生蛇嘅時候，患處嘅傷口亦都較難愈合，容易受到繼發性感染。情況嚴重或者處理不當，可能造成皮膚病變，留有疤痕。即使康復之後，約每4位患者就有1位糖化血紅蛋白上升，令到控糖更加困難。而後遺神經痛係生蛇最常見嘅後遺症之一，糖友出現後遺神經痛嘅機會亦比一般人高出1半。痛楚更加可以持續幾年。除咗生理上嘅劇痛不適，後遺神經痛可以擾亂睡眠、情緒同工作等，令生活質素大打折扣。除咗頭先提及嘅生蛇同 RSV、尿道感染、糖尿腳等都係十分常見，主要係因為血糖長期處於高水平，損害身體免疫力，令傷口較難愈合，所以糖友會更易受感染。既然糖友感染風險咁高，咁應該點做好？正所謂預防勝於治療，糖友可以透過以下4點增強免疫力，從而減低感染風險。1. 健康均衡飲食，攝取足夠營養，有助維持免疫系統健康。2. 恆常運動，有助改善血糖同埋增強抵抗力。3. 控制血糖，盡量保持血糖喺正常範圍內。4. 充足睡眠，減輕壓力，有助提升免疫系統功能。除咗生活習慣，疫苗亦都係重要防線，單靠身體天然免疫力未必足以對付感染。糖友可以選擇接種疫苗，刺激身體建立免疫保護，產生抗體。部分疫苗亦會加入助劑，
令免疫反應更加強效持久。醫學權威組織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及美國糖尿病協會建議，糖友可以考慮接種以下疫苗。為咗健康做好預防，減低併發症風險。如有疑問，請向醫護人員查詢。可下載糖尿病防疫指南小冊子。